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中國內地又有最新嘅政策消息啦。今次市場收唔收貨呢？外圍方面，美股跌夠未？可以有反彈未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上星期咧，我哋講過中國內地兩會嘅經濟增長目標同埋一啲政策方向咧，都會為港股帶嚟支持啦。今個星期咧，中央進一步公布更加多刺激消費嘅方案啦。包括最新一個提振消費嘅專項行動啦，涉及成8個方面，有30個重點㗎。包括支持呢個股市、樓市製造財富效應啦，提供一啲信貸去支持消費，繼續補貼一啲汽車啊、家電啊、電子產品等等以舊換新，甚至咧促進一啲外國嘅入境旅遊啦。長期啲嘅話咧，就支持就業啊、加大社會保障等等。相比起過往咧，集中提出一啲短期嘅補貼政策或者供給側方面嘅措施咧，今次更加強調埋就業啊、社會保障啊同埋樓市、股市。改善國民嘅收入同埋財富啦，促進一個長期嘅消費需求。今次嘅政策咧，市場係收貨㗎。不過咧，我哋仲要留意翻之後具體嘅落實情況啦。尤其是大家都最關心㗎啦，最容易睇到咧就係真正投放幾多金額落去。除咗政策消息之外咧，最新2月份嘅經濟數據都俾到市場信心啦。三頭馬車、零售、工業生產、固定資產投資，全部都好過市場預期㗎。加上北水都持續流入港股啦。港股繼續咧都係一個大漲小回嘅格局嚟㗎。睇個技術走勢嘅話咧，恆指星期二再上試嘅高位啦，去到24,700點嘅水平，越嚟越接近咧。我哋2月中同大家分析過啦，中線一個26,000點嘅目標啦。如果出現整固嘅話咧，只要守到喺支持位，即係3月5號個上升裂口頂啦，大約係23,000點左右咧，暫時都繼續可以比較樂觀一啲㗎。部署上變動唔大啦，有貨嘅話可以繼續揸住先嘅。個股方面咧，除咗近來強勢嘅科技股之外咧，當然都可以留意翻啲政策受惠嘅消費股啦。華潤啤酒啱啱公布咗業績㗎啦，啤酒銷量咧未見有太大增長啦，但值得留意嘅係咧，平均售價上升咗1.5%左右啦。尤其是佢旗下嘅高端品牌喜力咧，銷量增長咗成2成左右㗎，帶動啤酒業務個毛利率咧都上升咗0.9個百分點。喺舊年成個內地趨勢咧，喺消費狂吸嘅壓力之下咧，表現都有驚喜㗎。潤啤都係我哋消費股首選之一啦。中長線估值角度睇嘅話咧，目標價睇37.9㗎。具體部署上面睇到個技術走勢啦。股價1月嘅時候咧喺23蚊左右反覆觸底啦。之後就逐步回升。業績之後咧挑戰埋條250天線啦，大約就28.3左右㗎。如果企穩到喺250天線樓上咧，就可以考慮入場啦。第一步上望翻舊年11月份嘅高位啦，大約32.9嘅。外圍美股方面啦，今個星期都有聯儲局議息啦，預計都會按兵不動㗎。市場最大嘅憂慮咧，繼續都係特朗普嘅政策啦，可能會引發個通脹，甚至係經濟衰退。最新 CPI 同 PPI 嘅數據咧，暫時叫舒緩一下通脹嘅憂慮啦。但係都不明朗因素咧，要進一步消除嘅話咧，可能都要等到關稅方面有啲詳細嘅措施公布啦。特朗普咧就計劃喺4月2號對全球咧實施對等關稅。近日開始咧都逐步有啲官員放下啲風聲㗎。另外上個星期都提過啦 ，NVIDIA 咧今個星期直到21號星期5咧會舉行個人工智能大會啦，睇下有冇啲咩消息可以刺激翻個反彈啦。集中睇個納指嘅話咧，反彈目標第一步咧睇翻個跌浪黃金比率0.382嘅水平啦，大約咧就係18,300點嘅水平左右㗎。而比較大嘅阻力咧就係0.5嘅水平啦，加埋咧亦都係之前一個突破頸線係18,700點左右嘅。跟住咧睇睇投資者嘅問題啦，係關於就係蘋果嘅。蘋果近來嘅股價比較弱勢一啲啦，主要受到內外2個因素影響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公司自己啦，個 AI 功能咧都比較落後啦。蘋果喺2024年舊年咧6月份嘅時候，全球開發者大會咧已經公布咗多項咧 Siri 喺 AI 強化方面嘅功能啦，但正式推出嘅日期就一拖再拖啦。市場舊年嘅時候憧憬 iPhone 16咧配合埋 AI 功能咧可以刺激個銷量，呢個期望咧暫時就要落空啦。外在因素方面咧，智能手機市場嘅競爭都非常之劇烈啦，尤其是係中國內地嘅市場啦，政府嘅補貼咧就令到國產品牌同埋其他嘅 Android 品牌受惠啦，蘋果就未見有太大幫助㗎。都有啲市場機構預期啦，蘋果今年喺中國嘅銷量咧會下降2%左右㗎。具體部署上嘅話啦，蘋果嘅股價走勢近期都弱過美股大市啦。
不過短線操作上面咧，見到個 RSI 咧都從30以下嘅超賣水平度回升啦，有機會出現個短期嘅反彈㗎。咁上望翻$225嘅水平啊。咁但係中長線角度去睇嘅話咧，公司嘅產品同前景咧都令市場係憂慮啦。喺一個功能同產品有進展之前咧，暫時就未係時候出手啦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